再来看到社区嘛，让旧变新，一个本来伫咧补习班教电脑的老师叫做黄兆平，真爱翕相规台湾行透透。无张伫发觉讲台中的潭子区有真侪特色的风景所在，也有料理，特地推荐给大家知影。伊阵啊决定甲头路市调，1年前开店卖凉的卖料理，拢是结合在地做餐人家己种的食材，推销给大家知。 如果说在更远的目标的话，当然是说我们真的是想把潭子经营成就是一个观光的一个城市，不是说就是走一下就没了，或者说是一个特产城市什么这样的，就是说它的确是可以再做一个比较深度的旅游，好，或者说是把这边再做成就是说生活品质上的确是可以再跟周遭其他的城市比的话，它是很适合居住，也很适合 在这边观光。为着完成梦想，黄兆平甲有60年历史的老厝，甲翻修做茶馆，伫室内阁保留这个烧杉仔木来延续老厝的风格。看楼梯这的铁件，就会当来说明讲早期的摊主以家庭代工铁这类的物件上济。还有笔试是结合我们的这个松饼，所以做出来的餐点的话是比较一个在地性，然后特色或者说是一个强调在地的一个食材 所做出来的一个吃的小吃、小甜点，这样子如果说是外地客来的话，他会比较知道说品尝这些吃的之后，然后他就可能会多了解一下摊子的历史，或者说摊子的有哪些地方可以再走逛逛。嘿，邵大哥，今仔今仔个来翕相，安尼吼，好啊，你蛮奇怪，跟我聊。 伊本身真爱翕相，原本是伫补习班做电脑老师，便若有时间，伊就会摕翕相机，也是空翕机啊，四界咧记录摊子每一角市的地理特色。黄兆平做代志真面精，伊用心来找到摊子真济的水，搁来透过社区的再造、在地教育来提升地方大的品质。未来搁希望讲游客会当来遮做深度的旅行。还有问一些就是邻居的比较长辈的，对，然后他给我的一些东西，那我再去实地勘察，对，然后去设计一些它比较属于独特的这种标志。 对，那这个标志的话，其实我还是有根据它在地的那个景观，好，或者是它的那个故事，好，还有它的人物，对，还有它一些就是原本在地就有的一些人或者是精神的东西，然后就把它融入在这个地方。它那边是潭子，然后过去就是太平。 目睭前的家乡对黄兆平来讲有讲袂尽的故事。伊讲伊会继续用美食甲影像来记录甲推广，就希望台中潭子会当成做观光的城市。记者综合报道。